大爛飛，你喺慈雲山個朵唔係咁響嘅啫喎。你點知我叫大爛飛啊？你點知我住慈雲山啊？我仲知你喺旺角金都做 sales， 廣東新會人，14歲初戀，到家下一共拍咗4次拖，17歲嗰年咧就飲大咗失。哎呀！你搵人起我嘅地？邊個？肯個朵嚟聽下？你可能未聽過㗎 ，KGB 偵探社。你 call 女使唔使搞咁多嘢啊？我溝邊個啊？你唔係 call 我就好啦，我嚟選美就係唔想自己咁呆。你估我會中意你咁窿嘅人啊？我窿？你知唔知我係邊個？邊 Q 個？我就係超級地產富豪馬超人。其實我都係陳方安生個女啊！馬超人聽過係肥佬嚟㗎，你真肥啲先至再扮啦，超！你真係唔信？如果你係馬超人，即刻打俾你。好，你話㗎。夠鐘啦，我要返去啦。